18650锂电池充不进电怎么办？用这个方法简单修复，记住使用。这个是既有带这个保护板的，带有引线的啊。首先我们找一个手机充电头，找一根废旧的充电线，拨出正极和负极，红线黑线。我们给它这个充电器和这根线给它通上电源。这个时候我们检测这两节电池的电压，这个就是放置时间比较长，没有给它补充电量啊。有的是过放电，看一下的这个电压接近这个0伏。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充电器的输出线正极、负极连接这个锂电池的插头，经过这样就给它激活了。第二个同样的方法，正极、负极这里要区分好极性。我们再次测量看一下，已经激活修复成功了。